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的节目，我是钟怡群阿群妹。大家平常是好食乜嘅饮料喏？阿群妹嗌好食的东西当多，好食的饮料咩当多，像咖啡呀、甜的啊、无甜的，比如讲茶，一啲东西全部都係阿群妹好食的好啉的。唔過可能大家會想講，咖啡啊係洋人的東西啊，係西方人的東西啊。唔過講到一隻茶，唔管係東方、西方、洋人、華人，大家全部都有食茶的文化哦。古時候啊，尤其係對呢客家人來講，茶係特別重要的一項文化。古時候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紹介當特別要出產啥茶的蔬菜，或者係啲呢桃園的楊梅。細細格來歡迎今日的來賓，歡迎呢張大哥，歡迎。大家好，我係松林初中楊梅產業班的班長張仲合。大家好。好，歡迎張大哥來到呢節目哦，接下來係呢個小髮子，歡迎。大家好，我係嘅本人小髮。好，歡迎兩位來到呢節目現場吼。大家知道講嘅台灣的茶一定有名，當人來到呢台灣來聊啊，就會想到講，買茶來做呢個伴手禮吼，帶轉去屋卡。嗰種呢台灣挺有名的，可能大家一想就會想到嘅，就是比如說我們的阿里山的烏龍茶。唔過其實呢台灣的當道蔬菜沒有出產茶，錯冇？兩位係對呢桃園楊梅來嘅，都得同大家講一下。楊梅嘅茶文化，茶嘅歷史係從哪時節開始嘅冇？哦呀，楊梅茶歷史真久咧。迄是講吼，楊梅嘅體型只有山坡地嘛吼，佢平嘅蔬菜也真多，不平嘅蔬菜是種無嘅吼。安尼山坡地來講，是種茶真適合。韓國安尼啊，茶葉改良廠嘅種廠吼，咩迄啲啊，安尼楊梅。有心也食蔬菜，所以講也是表示講，安尼做起，安尼楊梅也差別之係實清泰的茶區，好，所以改良廠的總廠將會設在我們楊梅，好，所以講茶來講，茶的文化，按講啦，講實在講幾多年吼，安尼我也無講清嘅，因為像我扮演，吼，就是做生意是做茶做到近，佢以下90歲咧，還佇做，所以講歷史，爸爸嘅阿公也係做茶，所以講歷史真久咧。哇，古時候呢桃園楊梅茶做茶種茶嘅歷史，竟然有當長當久嘅時間了。唔過啊，阿群妹還係想愛啲吼，你看茶嘅品種有按多種，有非常多，而且甚至也係見來見到冇口樣嘅茶。啲呢楊梅也就蔬菜啊，真有名。品質真好嘅茶係哪種茶？你睇楊梅茶哦，最主要做秀才鳳茶。係秀才鳳茶。為啥叫做秀才鳳茶啫嘛？因為楊梅叫秀才露，秀才露必買吼頭擺落擺些，出秀才，出秀才頭擺楊梅茶吼，按到講楊梅茶，冇俾買時就講楊梅茶唔好糖。他講楊梅茶咁有茶味吼，後來故事講，他講。之前喺版人講，無太家上只好名咧嚇，因楊梅有秀才露嚇，秀才露，秀才露比個秀才無比出兩隻出秀才，故事講安尼茶變到講秀才茶，係咪？個秀才鳳茶喺2356年嚇，因為啲啊太家流行講出鳳茶，嚇，因啲啊所以楊梅啲啊體型嚟講冇拿國產比唔得，特別做包裝做切條嚇，買價是無好，嚇，後來我建議太家講我做鳳茶。鳳茶做法嚟講，是做法無共樣。喺山頭嚟講，變到講無國產帶山嘅分別啦。結果講做鳳茶做嘅清好，清好嘅時節變到講，桃園縣政府間農改場，因為茶嘅人講，因桃園咧做便宜嘅鳳茶，所以嚟講取名叫桃園紅茶，因為桃園人面桃紅嚟講，桃園
好，种在土壤的地方叫做陶印红茶。陶印跟秀茶有2种的红茶。古时候啊，唔看共用的那种茶一样的茶树，不过做饭冇共用，它就有冇共用的出路，对不对？佢可能比如说像乌龙茶，较适合啲高山来种。你陶冶害怕冇按过，它带的素材，就做的来做要这种比较发酵比较多的红茶，对不对？全发酵的茶。对，全发酵的茶。红茶按照全发酵还是哈？一般的茶按照强茶、果山茶还是半发酵？半发酵。半发酵的茶。对啊，红茶就会全发酵，全发酵的红茶就陶冶就有2种哟，有秀才同这个陶印红茶，也阿群妹就来试看呐。大哥，你做的同我建议哈，我要显生那一种？你做显示该陶印红茶。陶印是不是？好，伫我面前有2杯，也哈我数红嘅杯亚杯就系陶印红茶。好，我先来试看呐。哇，我知道红茶，清本人中医的素材就会给啲再度红，我有非常非常浓的那种，有种它在转化的味道。同那个比较半发酵或者是没有发酵嘅茶比起来讲，它的那个温润的感觉比较多，对不对？它唔会上味，就系按呢。古时候也系陶印的米西，所以后来我哋食看哪能嘅以后秀才哦，所以你看会变秀才冇？变秀才哦。你知道这个味道比较强烈，它的。我觉得它的茶跟米西哈重，因为茶跟米西哈重不一样办，因为你的红茶7条装有嘛哈，我哋要攞出蕎茶，做蕎茶落去来讲哦，按来泡，哈，故是红茶来讲泡2、3泡。我做蕎茶落去，做泡5、6泡。哇！然后做得看到我数红有2种，一种系7条的红茶，一种系呀做蕎茶的形的蕎茶。古时候也2盘，那一只系秀才。秀才系蕎茶，就系秀才。难怪我刚好识到个茶米是较重诶，就是蕎形的茶，就是蕎茶好特别哦。因为你一般看到的那杯那种乌龙茶，它的蕎形的都很大颗，这个就小小颗，丢丢粒的甜甜的。红茶哈，红茶其脱落去其染那光会崩开了，崩开了，你弄的时节，你弄出来茶米全部染不超过无光，超过啦。所以讲全部无光，弄去而且会较细粒啊样嘅啦。然后也是条形呢，就是陶印。陶印嘿。对，那其他除咗形的无共用以外，还有其他乜嘅无共用的素材冇？也2种茶。那2茶这个品种无共用啦。品种实在讲做红茶，按到讲最好的品种来讲哈，18号红玉啊哈。18号台茶18号。台茶18号红玉，还有一种是台茶17号白露。要做的。也有人用枪型啊，太胖做红茶，每道故事每道无按好啦。目前来讲做红茶的最好来讲是台茶18号，跟台茶17号白露2种最好啦。人讲枪型太胖做红茶做得冇？做得，每道是讲无按香，无按好食古说做得这个同大家来讲呀，陶印同秀茶也2种红茶，还有乜嘅素材嘅冇共用冇？陶印红茶来讲哈。故事讲的陶印是用种做土壤的茶，做起按照陶印。我为啥讲？米西喏。米西来讲，其个香味有多少有薄荷香，有薄荷香肉桂香这是18号的特色。肉桂香、薄荷香，所以是会有一种类似香料的味道。我再来喝一下，认真喝一下。它有淡淡的薄荷香。啲好薄嘅时间。也18号的特色啦。这就是台茶18号的特色，其实会有薄荷的香味，还有可能没有肉桂的香味，淡淡的肉桂香。对，那个一种秀才呢，加个米西。秀才茶其实是用你用的拍做碰红茶，讲有果香有米香。果香米香的感觉，还有有因为其迄做研究嘅形呢，古说泡的时间啦，加个米西会动冲，茶的香味会动香。对，那做蕎形的茶，系唔系咪做得泡比较多泡？做得泡下多泡。一般
7条的来讲泡2、3泡，跟做球茶来讲，佮加一泡，变到60泡左右。哇！是讲佢功较大哎样天啦。原来是安尼，你看哦，像基本日讲啊，条形的茶同球形的茶，就做得讲研究，古说茶的文化还有当多同层的东西，我同大家来小姐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嘅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底度儿童大家来小姐吼，唔但唱啊，因为台湾南投阿里山有好嘅茶，其实啦，啲东岛蔬菜没有当好嘅茶哦。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小姐，因为桃园杨梅当好嘅茶哦。家下同大家来小姐吼，有乜嘅秀才凤茶，还有桃影红茶，四体两边当 TP 当有 T 色嘅凤茶以后啊，阿群。我一下嘴度全部就係甘甘甜甜的味絲，撒下來啊，咪愛食另外無香樣嘅茶料。一下牙書後面有兩邊，兩邊一邊食下沉，一邊食下無按沉下淡。兩邊係乜嘅？兩杯茶吼，係一種嘅強皮茶，一種嘅炭皮手工炭皮嘅茶。好，嘅茶的品種係。係烏龍茶。烏龍茶呀，就係烏龍茶，跟人愛先從淺焙的，還是要從炭焙開始？那些淺焙先習慣啦。青焙對不對？也叫做青焙烏龍。青焙烏龍，好，先來試看那蜜桃。哇，好香哦！它跟鳳茶這種很濃郁的香不一樣，它是清香的感覺，對不對？這是青焙烏龍茶。我先來試那個一種炭焙，你等下再來試嘅吼。好，唔怕。炭焙的味道，用批的時間就批到某香香哎。某香哈。我以為可能會有那種酥攤的時候都那有種什麼出貨來還是煙燻的味道，不過其實唔係誒。古時候也炭焙，很用嘅按到炭焙。你講炭焙，我炭焙很用嘅做，係用個龍眼木炭有冇嗬？燒到全部灰時節有冇嗬？個溫度差唔多60度嗬，按配30點鐘。30點鐘所以講，古早做了茶清辛苦。30點鐘哦。係，我兩公婆配合來做啊，做唔得睡夢啊。不能睡覺。因為4點鐘要變一擺啊，喺冇變嚟講，大下會出貨啊。係啊。唔過唔係將60度天天。60度問題，60度溫度按配時節嗬，佢當配唔到，佢係用溫度嘅帶下慢地上來。那一般的強焙有嘛吼，無用強焙係機器焙佢用送風來，風必須按循環，全部焙得到。所以佢嘅茶蜜泡出來茶水，兩種嘅無香嘅顏色嗰啲啊。係用炭焙泡出來泡嘅茶嚟講吼，所以泡幾十擺到。幾十擺哦。做乜嘅做得泡按到擺？因為佢火炭泡嘅茶蜜嚟講，佢嘅溫度會慢慢地爆落鼻嗰度去，吼。故事就我配30點鐘，所以叫慢火。30點鐘。慢火慢慢地配，嚇咁煙味落去，配好慢咗就雪咯，配好行去冰上半年後有冇幾個？而將咗的幾個皮膚風味釋放出來時陣有冇？安尼啉是最好的，係咪？所以講，安尼泡嘅時陣嚇，再泡幾十擺。幾十擺，韓國一開始總太國有同我講，是用牛年酥誒。牛年酥嘅火炭去配嘅。做乜該聽咗用牛年酥？因為牛年酥嘅火炭配吼，佢嘅較香味較香，吼較耐燒，燒嘅是較耐燒。啊，因為用長期酥配，長期酥嚟講，佢酥是冇硬，吼配佢火炭梅較夾是實際去啊，吼。啊，龍年酥嘅木炭要配較好啦。這個炭焙的味道好濃郁哦。伊個適當嘅時節吼，伊個人講，伊只教授佢適當嚟咧茶，佢講，伊只層次感一層啊層連上去。對。咁那一般嘅強茶是冇同樣。係。咁再減嘅時節吼，種後兩個減就冇杯來。韓國還有香味，就是我覺得有點像花香的味道了耶。因為也是配茶的技術，配茶的技術啦，要保留它的花香，保留它花香。好，啊，要佢愛配到講，啊你用個微火嘛，微火細細，吼啊火
炖呢，要用炖做炒的，所以讲啊，差不多时间又要变一下，好啊，炖完又要紧吃泡，好讲哎做点么，迄呀的米头啊，你爱的米头么，迄装做得甜，所以讲你总共要泡茶来讲，差不多配30点钟。30点钟，韩国用啥就是最好的品管员有没有？韩爱炖王紧拿出来检查，吃泡看呐，看好生么？哇，这个炭焙工程案浩大，其实青焙没懂简单哦，它也是要经过好几次的步骤。青焙是讲一种焙茶机嘛，来从平常用，来讲平常吼。你加一加，加嘿啦，来配下青焙吼，最少配6点钟。6点钟来讲，唔免讲一摆配好，变到讲差不多配2点钟，配好的时节，吼，我技术是讲配好的时节，推出来不易废水。哇，嘛个意思啊？嘛个废水，因为其他茶吼，配是小风拿茶蜜蜂按包呢，包呢时节有嘛吼。唔紧配，要紧送人下去。故事爱拿出来，不伊冷，不伊废水，不伊吐出，人讲该烧去，不伊推脱咧，推脱将来拍，吼，啊一层一层熬落去，所以我爱前皮吃落去，其他有层次感。甲一般人做是讲爱准2点钟、3点钟作为摆子配好咧，甲迄茶配出来茶无按好食啦，无按那个层次感啦。古时也迄状态个，去甲吃过清好配出清好米线的那种方法，错冇？啊，韩国啊，苏泰也要茶饮哦呀，这个炭焙、青焙、乌龙饮哦呀，还有另外一种阿 Q 会吃到糖冻样的，就当上色的茶，那雷蒙茶，嘿，因为你要做得来吃泡本太噶，看错冇？哦，我咧。手上拿2种哈，一种係柠檬茶，我柠檬係屏東嘅吼茶，這個檸檬產銷班嚟配合做嘅吼。古時我特別我就賣茶農吼，講誒你專門做添一種東西來賣，茶米按賣唔出去，加下冇做紅茶做包裝，哦，結果賣唔出去，喺度做檸檬茶，結果檸檬茶太卡做到。也賣唔出去，因為太監買咗一隻冰呢。係像純感茶。像純感茶，但冰呢你那唔點用人泡啊？後來故事太監，別人講冇愛，你打水，個整個做成茶磚樣，像鋪個茶磚樣，做7隻薄嚟泡。哦。按故事按小路是較好咧。按就東風片呢。按是清風片。哦。冇像你拿磚嘢，然後拿菜刀拿鐵錘去烤，真麻煩啊！你吼，哦，故事我哋。我咧7、8分太個款，咁我我咧按吼用卜子做得咧，有冇？就按卜佢嚟做得。很容易耶。係啊，用按卜按泡你嘛吼，要就按細杯嚟講，啊唔是青豆啦吼，啊卜了按是。按你一片一片的沒關係嗎？唔怕。哦。像你冇講青豆吼，按泡分太個分像7款啊。哎呀，小水差唔多愛幾多度？你啊小水吼，實在講檸檬茶嚟講吼。我用煮下好，用煮誒，像你現場冇煮嚟講，用泡本身嘅味道。因為我哋啊只皮杯吼，我哋打水去浸過去做過嘅時陣嘛，連你陳皮吼茶米全部都掠味，吼用煮嘅嚟講，人講是掠茶潤喉啦，啊青島做先生啊，後買掠茶食啦，哎呀，你講法講幾日啦吼，食茶啊做得，佢講現在檸檬茶很好啊，係咪啦？因為啊，檸檬豆包有一層那個檸檬的精油，就是陳皮了，對不對？做咧嘅時陣啊，個酸甘茶是強樣。唔講我咧檸檬吼，一頭熟體，茶米切，熟體時陣皮尾肉那汁倒出別出來時陣吼，咁個皮尾肉那茶米較強那切咗去，切咗去唔係人配啊，先至行去煎，煎過木梯嘛個。佢冇把陳皮嘅個檸檬絲啊茶米結合落去，這樣配，啊，先得較潤滑咁樣。哇塞，幸福差噃，青豆公啊，係啊，公東多，佢一按你差唔多要泡幾久嘅？從你啊，因為伊啲啊較硬有嘛，我哋同時成落位下較散地位有嘛，落一下，記得啊，會下每套下出來。再個半幾條時間，係每時要泡出來。好，實在講，你要用煮下。煮誒，太家真係清好用煮誒，也係講當滾嘅水來泡。當滾水來泡咁樣啦，哦，因為按做做按茶餅來泡較方便，哦，不是我哋就泡每套份細下子嘅習慣啦，講我哋檸檬茶香冇。哇，
哇，其实跟它水一倒啊下去啊，加个色就已经有一些嘞出来了。然后压它泡了一下以后，加个色还进来进沉。对，然后有一点点像刚刚红茶的颜色，快接近红茶的颜色。用煮来讲，该茶米含啊酱，该是含啊酱。古时候呀，茶黑是红茶的种类吗？还是说凤茶？没黑凤茶的种类。好，谢谢。用皮皮的都淡淡的柠檬皮的香味。迄用煮的吼，加色子规下就会较清、较糊、较糊。哎，然后你吃那东西就酸酸甘甘。亚桶，比如讲亚哈爱可能一天的时间，我会泡凤茶，然后自己挤柠檬汁下去。不过亚桶，这种米是还完全没用的哦，真的不一样。你啊哈有陈皮，真的是陈皮的味道。做伊食真方便，我来食做煮差不多2钱，4些茶干的水嘛。哈，给意思的食做煮太干，太干吼。上摆银浪费潘福东的时阵，有嘛哈？一只太太60人在讲，咱乜该东西我买包装一款啊，结果拿去煮一包哈，大家是都好些。做了爱点帮做个全部买香香。哇！佮讲了最好的天然的饮品啊，真的。比莫本嘛该便利商店去干一干啊。什么柠檬茶那个不一样，跟有加糖诶，韩国生嘞还会生痰，因为有糖，对不对？韩国呀做在煮后变都变香，念甜就做在生。啊，黑感冒诶，就只要喝热的就好了，对不对？哇，你看呐，有暗的有提色的茶，真的要在茶很用诶，做一些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同大家分享。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做一期阿權妹。好，家下又識到好用小水泡嘅茶，唔過啊茶唔單搶做得用小水泡哦，前一波嘅當流行冷泡茶，對不對？冷泡嘅茶，哎呀，哈甜食進來進熱嚟啊，冷泡真的是很方便的一個方法。嗰種根本亦沒有帶嘅冷泡茶來幫阿權妹食，唔過也兩邊吼。是就一些些的某 Q 用听听，一个是红茶，一个是绿茶哦。错啊，因为冷泡来讲，佢全部温度冷啊，嘛哈，一泡每套无完夹出来哈。就是讲你凤茶，因为凤茶係做 Q 茶，Q 茶来讲，佢释放出来又話很慢，但是佢香味清香。真嘅哦，先來試看下，也比迄鳳茶。鳳茶試看啊。我以為吼，一食看起來動彈，可能米絲咩動彈，唔過冇呢。冇咧，清香吼。鳳茶嘅米絲全部會出來動香，還個會有一些些的甜甜的米絲。會甜甜的米絲。對。因為鳳茶按做一些發酵全發酵來講，做到每個吼按說來講，最尾會變甜的，嚇完全唔會澀唔會苦，清好嘅茶。完全唔會澀唔會苦，還講那個一筆就是我們的完全沒有發酵的綠茶，綠茶來試看呐。哦，冇薑香哈。對，這個好香哦，這個會回甘。綠茶來講，因為綠茶佢冇發酵，佢本身按泡出來冷泡的時陣吼。佢個兒茶素唔會破壞掉，所以你要人講日本人要是綠茶，為什麼日本人要是綠茶原因是對啲啊？兒茶素。個鳳茶，你講古時我哋仲會做鳳茶，鳳茶對你尤其細妹來講吼，佢會講唔會讓骨質疏鬆，吼也防止卵巢癌，係鳳茶最好嘅東西。真嘅哦。係錯，因為你有根據嘅，所以講。綠茶就會做人講熱甜啊，而是冷，嚇。嗰時我是做綠茶，做冷泡茶嚟本身係咁嘅。好好喝。但係佢最尾是甜嘅，香會甜嘛，完全唔會苦唔會澀。比較止渴。係，它止渴。唔過有這種冷泡啊，真嘅你就不用都，比如講，好，假設一個寶特瓶好了，600cc 嘅水，按你差唔多要加幾度量嘅那個茶米，很難拿捏。像我一般嚟講，嗰寶特瓶嘅蓋有嘛嚇，一隻蓋一半，一隻班，係做未兩個喲，一隻班嘅蓋倒落去。
哇，一早班就做得泡一罐600cc 的茶，哦，按呢比例奉茶绿茶都共用，差不多共用，差不多共用，按呢就做得。按差不多按泡茶1点半用到2点钟。2点钟到2点钟，这样就便宜了。这样便宜了。错，系这样便宜啦。本期伫常温吼，了个出面的，哦，这样个便宜了。按迄讲普通话就建议人下讲哦，迄讲天气早晨爱食哈，你讲早晨爱出门，你早晚补是伫茶米冰落去，是冰落冰箱。哦，就唔是伫毛杯冰，嘿，你知冰箱啊冷藏吼，按冰也按补落去，每套就出来的。哇！早晨要出门就做带点出门，好方便哦。按你就不是去 Noboy 买手摇杯，也不用去 Noboy 买便利商店，对，轻安全。按你又等方便，又等好泡。不过有一个问题吼，刚刚有讲到啊，有个球形的茶同7条的茶，要2种茶全部就都得拿来做冷泡嘛。故事讲冷泡茶、麦开茶是做会做，麦开茶都做得，麦开茶是做会做。是讲冷泡来讲，提点佢唔會破壞茶本身的必備元素來講，吼，按泡出來是慢慢的釋放，吼。人講7條泡冷泡茶較好，因為講7條佢較夾出梅天啦。故事嗌咧球茶，1點半鐘、2點鐘，佢差唔多半點鐘就出梅頭嘅啦。7條嘅半點鐘就做得咧，球形嘅2斤下。係啊，你有做茶包吼，又較方便。茶包又含較方便咧，冰落去就好。啊，又唔好有茶渣。嘿，唔好有茶渣。故說啊，你看茶米嘅用途有按到做得做。按到無香嘅茶，用冷水、用小水就做得泡。唔過茶唔但搶做得濕甜甜哦，還做得拿來用，真係用嚟用。來問問看下手法。呀，是講是菜啦，你客家人最近清爽。好，開始來講，頭擺講茶米枕頭，用泡過嘅茶，好，讓洗澡來，這樣來做枕頭。哦，頭擺青島咯，人家做按做咧。未講有也要做也枕頭咩？因為講有一擺，我媽媽其實。佢愛做生意啦，他就其實講出去拿茶米吼，出去講朋友嘅就講啊，得要買茶米，我冇一家做嘅，叫人是講茶米啊，茶米是有啦，得有茶米枕頭嘛，就講阿媽就講有哦，佢也冇講我會做也唔會做，其實講做嚟就講我冇有做，我冇會做，做嚟同我講。我還是吃可那咯，趕鴨子上架的感覺。所以講用泡過的茶，洗澡去梳，啊你所以家子洗下，所以還是講用安尼的茶米吼，較不講個茶骨，因為你講南投也高山的，因為我頭擺喺南投做茶，我哋做較大量的，所以講個茶骨來講，只講共用老茶共下做，啊但炒到清香。再來醃落去做枕頭，像嘢全部係自家茶嘅，漢江，所以係自家茶，就講啊，也擺要提計咗講，唔好按倒茶骨，所以就係要地波要茶，讓半個茶面唔好走來走去。哦，有茶咩？有茶骨，錯，地波。啊，再講係韓國講係頭擺做家吼，青島人天送本小嬰兒。做個細條，因為生嘢所以等佢無甜筒呀，我較細我翕，所以我茶米枕頭佢要透氣。好，因為你茶骨底部會有空間。對，啊個唔可以走來走去。做對調工，你可以乜個翕吼，做調。講啊婆婆啊，伊就無生嘢所以都頭拿翕之前講。唔會翕咧，無係就全部唔買。唔會長痱子啊。因為我韓細時節啊，我卡其實咪有個茶米嘅枕頭，不過有上次我知道很硬，不過我家還有泡一下搣一下人個茶米嘅枕頭啊，很軟呢，韓國夾個攞波嘅布啊。它盤，按你摔起來，唔會吃到，很像就是一躺就躺到硬硬的茶米嘅這種感覺。因為頭擺做枕頭全部用泡過嘅茶米哈，洗澡嚟做枕頭，但係故事摔起來要細細削哎，我想你睇。後來我太太做咗枕頭，做按改良過，前後做按差唔多要20年咧。哇！買到開動日本去。做你那皮款啊？呀，你當條，嘿。哦，好香哦，好喜歡哦，我帶回家，好喜歡哦。其實都好棒哦。房間哦，就像你那個室內芳香劑哦。真的。啊，爺爺春天然咯，冇加嘛，冇加嘛，全部茶米。都會做美夢吧？不是你枕頭吼，你必須茶骨全部冇泡過嘅。哦，哈？全部冇泡過。冇泡過，用茶骨。因為做茶吼，像基希間嘅茶，
去茶米呐茶骨就分开来。吼，像故事里啊，去青岛太传统式的茶吼，全部茶骨啦，对嘛？泡茶太个太复杂茶骨，还是用个茶骨来做了浸条。啊，做了浸条，因讲你无炒过来讲，无炒落去入骨落去有嘛吼，强好。你按说来讲，因为譬如每都会清艰苦。故事你啊茶骨炒到全部炒落去，炒过会出腔了，无按那边，你啊炒过变清香真的，这是清香的米食，还有唔单止哦，有暗后的这个茶米枕头，还有冻到伴手礼，我同大家来分享哦。有按到乜嘅，请推荐大家爱哪种伴手礼，作为带本朋友呀的。像伴手礼，我去年哈参加桃园10大伴手礼，都是用秀水凤茶去做伴手礼哦。刚刚胡天人伊讲，因为播伴手礼播4年嘞，去年终于得上10大伴手礼，因为我以前做全部7条状的，做手条状的有冇？结果个胡天南老师主神讲，凤茶做伴手礼不稀罕，无乜解。哦。去年还是做球茶落去比赛，哈，结果哎呦。凤茶做球状啊，像果山茶状，无强状哦，个吃起来个层次感又更很好哦。所以讲，故事我去年要不得到个10大伴手礼啊，样哈。故事除了那个伴手礼以外啊，还有乜该做得同大家来推荐人家的产品。我从伴手来讲，从我哋当推荐的我哋桃印红茶哈。桃印红茶的茶包。茶包，我做冷泡、做热泡、冷泡全部做得。嘿，像那矿泉水600cc不用一包就做得，哦，不是我係用小水泡嚟講，我係鳳茶特色樣版，我按泡馬克杯一杯冰落去，按冰嘅浸，唔會腐唔會澀。一般的茶包嚟講，按泡嚟講吼，冰差唔多2點鐘是會腐會澀。哦，對，冇錯，我哋全部唔會腐唔會澀，我特色喺度啲啊會。哇，古時沒有做茶包，沒有太乾的茶，剛剛說到的那個這個炭焙的烏龍茶就是我們的秀才烏龍茶，對不對？還有我哋做了綠茶，哈，秀才茶，沒茶包，你睇設計師用啲綠茶嚟去做啊，秀才茶做茶包。故事我哋用小水泡啊，唔會腐唔會澀，嗰是做茶嘅技術啦。哇！咁無見佢講，人做得出來樣嘅啦。真嘅，看到佢每日看到狀態高同小法之後，以兩公婆同用心，韓國用動到佢阿哋嘅經驗，做出無窮樣又品質好又好食嘅茶，同阿權每人分享，未同天使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分享。嗰陣今日新聞狀態高，咩新聞小法之來到你節目現場，謝謝。啊，謝冇。咩新聞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聽地運通線上，跳下來做運通了。